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》新闻杂志。屏东的牡丹乡是台湾上南边的山地原乡，人口老化、散者、交通不方便，当朝的资源要侵入这么偏僻的庄卡是真困难。加在有公益团体长期伫当地提供送餐甲居家服务，更加伫牡丹乡的石门部落辅导成立唯一的一个家庭托顾站。负责人是今年51岁戴月玲。20多年前，伊的翁赛车祸过身，为着要甲一对后生查囝车养大汉，伊有一个机缘进入到居家服务的领域。看到部落有真侪长辈者甲适龄者孤苦无依，啉酒啉甲变酒鼻，甚至厝内无热水器、无洗浴的设备。戴月玲就大方开放家己的厝，互部落这群乡亲来使用，佮帮因准备食食，互因温暖的陪伴。咱就做伙来关心这个深山的故事。天气真好，景色真水，小风慢慢吹来，咱沿着199县道前往屏东县牡丹乡。屏东县牡丹乡是全台湾最南端的山地原乡，但因为青年人口外移，现在牡丹乡的人口剩不到5000人。对悬的所在看牡丹乡，景色美丽，有山有水，规片绿色，但是所在较偏僻，交通无利便。咱的车继续前进，来到人口无多石门部落，这次咱要探访的就是这间家庭托顾站。一套早负责人戴月玲甲查囝顶面记，要用整理环境，甲桌啊椅啊地板拢摒扫甲真清气。所来戴月玲开自家用的准备出门。经过一条搁一条的小路，月玲来到服务个案的厝，身为家托站的负责人伊，每工咧拢真有耐心亲自接送个案。70岁连阿伯来到家托站将近2冬，伫遮进前要洗一届收水液咧，真困难。有2个后生伊，曾经被细汉后生赶出门，无所在去，流落街头足足1个月。就譬如说公园啊，就是附近学校啊，可是最后他会待的地方就是这边，对，就是这一块地方，就是这一块地方，对，就是在这里。那我们的照服员知道之后，就是有发现这个状况，那有跟他说，那如果之后还是有这个状况，我们当然就欢迎你进来。今日恁阿伯厝内环境是早都真乱，嘛无浴巾，以前为了洗身躯，拢只会当使用卫生所的洗手台简单清理。身上因此这一定高有高的身，嘛因此染着皮肤病。第一次到家托站洗浴的时，涂骹拢是黑色的皮。因为你很久没有清理了啊，他那个时候因为太久没有清洗身体，所以来到家托站的时候，月玲帮他洗了大概20-30分钟的澡，就是一次性帮他清理干净。像这个老妈妈的话，是像给那个小孩子洗一样的啊，很用心的在洗的意思。其实连阿伯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拢会晓。这幕笔记上啊真好，曾经前往日本东京书法交流，嘛曾经伫高雄担任老师开班授课，为人客代写百遍。有的大学啊，有的博士啦、高中老师啦，都跟你学。我学生啊，但是我就国小毕业。讲到过去，阿伯面上露出骄傲表情。虽然即马已经无亲像较早遐请亚，但是有了家托站，伊总算不搁再孤苦无依，生活嘛有归属感。很感激他为给我们照顾啦，洗澡啦，这个吃饭啦，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孩子一样，比较温柔，那种很温馨。30多岁小旗自细汉得着小儿麻痹，佮因为染着酒色歹习惯，健康愈来愈歹。大来到家托站的时阵，目肚是碰碰青青，皮肤是乌乌，较真有严重的肝硬化。后来佮因为男朋友过身，小旗少甲忧愁，拢无出门。对，真的是需要照顾。刚开始来这边，他也是很反感，不喜欢，每次都是用追的。到最后我都想要放弃他，真的。不来就不来了，有时候我很生气。你不来就不要来，
我那么辛苦干嘛？为了你一直在那边每天都找人哦，找他来这里。第一时间就是跑去家里啊，然后绕村庄啊，绕到有找到他啊。一开始，小琪经常是因为无伊的缺席，和月玲到处拢找无人，真着急。但是月玲伊无放弃，慢慢的看到，才渐渐拍开小琪的心。说我那么辛苦这样照顾你，帮你洗澡又帮你擦药，你不会感动吗？没有其他人可以这样照顾你嘞，而且他那个疹子好像也会传染。即摆小琪甲月玲当做家己的妈妈，嘛改掉爱啉酒的歹习惯。虽然无啥会晓表达，但是心内对月玲有满满的感恩。他说：“你像妈妈一样照顾我，帮我洗澡，关心我啊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”妈妈，我还找你嘞。有时候他很贴心嘞，真的。可是没有，有时候来家托啊，主动的帮我扫地或什么。有时候可能是心情好还是怎么样，他说帮你洗碗也会洗碗哦。这里是屏东县牡丹乡唯一的家庭托顾站，让需要被照顾的失能者不再躲在自家角落，更可以来到另外一个家，和社区的人互相作伴。笑容慈祥温暖，都亲像冬天的太阳。家托站负责人戴月玲今年51岁，伊有一对后生查囝，29岁的时阵，翁婿意外过身。从此以后，伊担起厝内重担，回想着过去辛苦的岁月，月玲也是禁不住目眶红。很辛苦啊，我儿子5岁，女儿2岁，就这样独立抚养孩子，还好啦，部落的人都很好，而且政府看见我们，就是我们公所啊，有什么申请低收入户啊，然后我们通过的话，小孩子就学都有补助，也蛮谢谢很多关心我的人啊。月玲为着饲家，有一个机会踏入机服领域，深入个案厝内服务的过程中，伊看到真侪人厝内拢无一水气，生活必须要惊茶起火，真无利便。2015年，伊开放因家整做家庭托顾站，但是一路行来，敢讲是心酸悲苦。对案主也说我生气，他们不听话吗？我把他们的衣服塞在地上，我不要照顾你们，把你们的衣服全部带去。我真的用哭的这样塞衣服哦，只要你们的东西你们带去，我不要做了，不要再服务你们。他们可能是看我隔天来就来道歉啊，还带他的衣服来，对妈妈骂脏话，然后就是可能有推之类的动作这样，然后他那时候回到家就崩溃啊，说他这么辛苦，然后照顾他们，然后怎么会是这种回报呢？月玲的查囝25岁丁敏琪，本来是日本料理店的师傅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才做店长，却因为深受妈妈的精神感召，忍痛放弃多年的这场经营，回来到部落，未来嘛希望继续妈妈的工作。其实蛮挣扎的，因为我算就是在工作已经有一个位置了嘛，要离开那个职场蛮挣扎，因为我是看妈妈工作真的很辛苦，然后她也时常打电话给我，跟我抱怨说工作上的不愉快。她一个人撑家里啦，就家里她除了照顾老人那个她服务的个案，然后还有一个外婆是比较现在有点开始失智了，所以她自己扛家里的事务，其实我看了也蛮心疼，所以就打算回来。无大乡青年人外移，人口严重老化，乡内有超过1/10拢是老年人。1987年成立的介会基金会，当年服务偏乡，就发现牡丹乡的变现户甲其他县乡比较比例愈高。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更重要的服务工作，就是我们带着培力在地的青年妇女，成为我们的照顾服务员，然后帮助我们社区的长辈接受到良好的照顾，这样子对，然后提供他们在地就业这样子，然后除了是可以照顾社区的长辈，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份薪水，养育自己的家庭跟照顾自己的小孩。这天又单入过日本料理师傅的免期花照，准备给所有人吃一顿饭。吃饭喽。是哦。可是有了。
大家做伙围炉，小火火的汤啉落，暖胃嘛暖心。像安尼家庭托顾站是属于长照 ABC 当中的 B 单位，但是全台数量并无多，大部分拢在偏乡，设立必须要有几个条件。亲像是必须要有500小时以上服务经验的教护员，或者是教保员等等，嘛必须要有替代人力甲适合的居家环境。大会基金会就伫屏东辅导成立7个家庭托顾站，将属居护员超过10档的低月龄，就认为这款的服务方式两全其美。我家里也是蛮宽敞，都可以把我的个案带到家里，而且有热水。对，有热水可以洗，就这样，比较轻松啦。把他们带到家里，因为家里什么都有嘛。然后他设立家托就可以不用奔波这样，然后在家里服务。然后我蛮赞成他这样用，因为我们现在这家也几乎没在这边住嘛，然后提供给他们这个场所，然后让他们洗澡，然后又可以吃饭，其实还不错啦。家庭托顾站就亲像便利人的第二家，提供予因食衣住行的协助，嘛予因会当食好撇好，生活加了寄托甲期待。吃了，我们7天春来咯。我能坚持一份真正的使命感，真心付出，温暖陪伴，改变偏乡便利人的弱势处境，为部落创造无数的美丽风景。